幹什么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别跟我动手动脚啊！哎，顾少，什么？你说锦溪以前留下的地址没人？是，所以无法联系上邵夫人。你赶紧派人去找，一定要找到锦溪，不能让西城啊就这么跟他分开。是，老夫人，其實這些天少爺心裡也很難受。昨天晚上回來的時候還喝得爛醉，您不要管他，人要不失去啊，就永遠不知道對自己最重要的是什麼。這次的這件事啊，對他也是一次教訓。你趕緊去吧。是。哎呀，對不起，您卡裡餘額不足。不好意思啊。這段時間沒出去工作，醫藥費都不高，這可怎麼辦呢？難道就真的沒有辦法再接近顧西城了呢？謝謝你啊，小薇。跟我客氣啥呀？加上我這些護理費夠不夠？還差一部分。我想了半天，我實在憋不住了。哎，你為什麼不去找賀錦熙呀？怎麼說你們也是同一個媽生的，於情於理也不能讓一個人承擔呀。我不想跟他開口。有什麼不能開口的？你現在不是手頭緊啊，找他借錢又不是其他事情，是為了你媽。你聽我的，你必須得找他，你知道嗎？軍哥，我都喜歡。哎，喜歡就買，喜歡就買，適合你。服務員，除了這個小的不要，那個小的不要，其他的啊，其他的都給我包起來。軍哥啊，你對人家真好。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接個電話。喂，你找我幹什麼呀？我們見個面吧，我有點事情要找你。約我見面？我哪有空跟你見面？掛。誰來電話？我們家一個親戚問我借錢，特別煩。哦，是這樣。但願賀子熙能幫忙吧。下一個部門，顧總，上個月咱們總的來說還是盈利的，不過什麼？不過相對的開支咱們大了些。哪方面？主要是採購方面。常副總，希望你引起重視。散會。找我來幹嘛？說吧。你能不能借我點錢？借錢？你堂堂顧家少奶奶，你問我借錢？那些錢都是顧家的，跟我沒關係，我不能碰人家錢。你就是用這種視金錢為糞土的姿態，把顧西城迷惑住了。可這些在我看來都太虛偽了。你覺得我虛偽？我今天問你借錢是要給媽媽交護理費的。這幾個月我住在顧家，沒有時間出去打工，身上錢不夠了。當初是你說的，要把媽媽帶到另外一個城市去看病，可最後呢，連醫院都沒有換一家。你是個騙子，蘇妍希，
到底谁是騙子？顾西城把我赶出顾家了，我现在想回顾家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，都是因为你霸占了原来属于我的位置，你把顾西城迷得神魂颠倒，你现在问我借钱，我只想说一句话：1分没有。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，当身邊的朋友越來越少，但你依然是我最堅守的好，也是我治癒的藥。當生活變得越來越無聊，當開心的日子越來越少，但你給我最溫暖的懷抱，也給我最陽光的笑。感謝曾經有過那麼多爭吵，才換來如今傑西，你等等，相互依靠。都是我的錯，我不該讓他有機會接近我。但是我跟他之間真的什麼都沒有，請你相信我，再給我一次機會好不好？我想好了，顧西城，我們兩個還是分開吧。不，傑西，我已經把他趕走了，現在沒有人能破壞我們之間的感情。這2天我一直在找你，一直在聯繫你，我很擔心你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能失去你。別再說了，顧西城，我們兩個人已經結束了，以後不要再來找我了。傑西，傑西，你告訴我，這一切到底是為什麼？我跟蘇妍希之間真的沒有什麼，我向你發誓。你為什麼不相信我？顧西城，我不想騙你。如果有一天你發現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個樣子，你會後悔的。不，我不會後悔。自從我決定跟你在一起的時候，我就知道你是我這輩子要等的人。從你帶我去孤兒院，我們一起去爬山，一起看星星。難道這一切你都忘了？是你改變了我，你改變了我的人生。是你讓我知道，原來生活這麼美。